后来乡亲啊，你感觉全台湾倒一个县市上玻璃心呢？玻璃心是一种网络用语，用来形容脆弱、真的受伤的心。倒一个县市上玻璃心，真侪人是点名台南甲高雄，讲台南哦，无米其林就生气，啊那高雄哦，一听到停电就崩盘。也毋过嘛，未少人点名台北哦，讲台北市天龙国拢红未讲哩。大道名车拢伫高雄爱河湾吸引各地游客来佚佗。台南美食之都，一到休困日都有真侪游客。看年会上热门的点，就是台北101，全台各县市拢有家己买人有特色的所在。最近有网友伫 PTT 问讲，倒一个县市上玻璃心，引起讨论。有人投予台北，香港是破空，就直直骂；嘛有人甲票投予台南，理由是无米其林，就生气。阁有人讲高雄，只要讲到停电，就记载袂掉。PTT 有网友讲，台南高雄都是并列第1名。我们高雄人还蛮坚强的啊。高雄很强壮啊，应该不太会吧？台北吧？为什么？因为感觉讲不起啊。红点名玻璃心讲市民也双手反对，因为家己真坚强。针对红讲无米其林就生气的台南人嘛反对，是对家己的城市有认同感，唔是玻璃心。也不是玻璃心，只是台南人可能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民风。对于台南人来说，这算是我们的一个小骄傲。那当然，你的骄傲点被人家戳的时候，你那会开始想要反弹。今日进前平面媒体调查，带伫六都的公园感，台南是第1名，高雄嘛第3名。香港是玻璃心，全世界做讲是爱家己所大的城市的更较舒适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